世界12强，咱台湾的棒球队内底，捌讲出满贯红不让的陈信伟，今日是登去母校高雄的复兴国小，甲学生囡仔分享伊拍球的经验。陈信伟就表示，伊伫咧细汉拍小棒的时阵，就捌差一丝丝啦，摕到世界冠军，拍拼到大，总算是摕到啊。所以讲，就鼓励学生囡仔，就爱有梦想，才有拍拼的动力。复兴国小野球队的囡仔伫咧校门口迎接校长陈信伟恭迎倒转来。伊伫咧世界12强赛对韩国迄场，捌讲出关键的红不让，学校嘛感觉真公平。陈信伟的老师杨婉玲替伊批结出校友的红彩带。杨老师讲，陈信伟伫咧国小的时阵，人生做细粒子，毋过力头真把。迄阵也捌代表台湾去拍世界小棒赛，就有真侪中学的球队。注意到伊的好球技，每次比赛回来就会先去找护士阿姨，那护士阿姨就会问他们说：“啊，又输了？”他说：“没有，我们赢呢。”虽然说我拿到了一个世界冠军，但是其实在我在复兴国小的时候，也曾经与世界冠军擦身而过。你在小的时候，你要有一个梦想，那个梦想就会成为你前进的动力。学校嘛安排陈信伟甲学生囡仔同齐拍乐野球，囡仔拢真欢喜。陈信伟也指导因拍球的姿势，伊嘛鼓励小棒队做人着磨，做牛着拖，一定爱坚持目标。像我上国小在打棒球，就是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达到什么样的成绩、什么地步，但是就是还是要坚持自己的目标，就是不要觉得说啊你才国小，反正打不好怎么样，那其实这都没关系，但是主要是你的想法，你要够坚持在于你对棒球的热衷。人伫咧讲，食人一口，报人一斗。陈信伟在野球世界第1的好成绩，回来母校，用行动感谢学校的栽培，嘛望每一个人心内拢有梦想，未来会当看到这个囡仔伫咧各行各业争做世界冠军。记者柯昭阳高雄报道。